为了要改善农业欠工的问题农委会积极辅导农民用机械来代替人工。有农场就预告讲，至少会当来省一半的人工甲工资。过去若准备种高丽菜，大家拢爱分工，有的人传种，有的人去店栽啊。若准以一分地店高丽菜栽来讲，上无爱4、5个人做，爱做5点钟以上。即马透过机器来种，免1点钟就当做煞。我更能控制我的行宽的行出距啊，因为现在人口凋亡老化嘛，我们农村的人力都是70、80岁以上阿嬷在帮我们定植，所以用机器一方面是我可以更好控制我的行出距啊。平常1分地4个人要6个小时，等同是24个人小时，可是如果用机械化1分地，那只要1个人1个小时。农委会表示，为了要改善农业欠工的问题，农委会106年开办农业联谊团，逐年派工40万人，服务的农民超过9000间。即摆搁再辅导农事服务团，对种地、仪式到田里的管理、采收，拢用机械化作业，提升各农团之间的作业效率。大面积来的作业可能它可以降低到工人可以降一半。最主要就是说，在搬运的部分，唔免个劳务安尼咧搬。有合作的农场表示，未来若准透过机械代耕体系，上无会当省一半的人力甲工资。农委会表示，即届以辅导菜色正做示范生产实作，落尾阁会增加其他的农作物，透过各种方式来解决掉农业欠工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